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玉明苑嘅 B 座嘅單層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40尺，我哋一齊睇下先。單位做咗全新嘅裝修，採用白色色調嘅風格，令全屋光亮而且寬敞。廚房採用明火嘅設計，有埋窗戶，方便排走油煙。浴室做咗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方便打理。單位嘅賣點，客廳嘅部分有一個三角窗，通風之餘，加強客廳嘅採光度。呢個單位嘅開積有足夠嘅空間間成2間房，窗外直望超明遠嘅樓景，遠處仲可以望到一片綠油油嘅山景。呢個凹位可以間成1間房。玉明苑步行3至4分鐘可以去到坑口站和大型嘅商場，周邊嘅民生配套齊全，交通便利，係住家嘅首選屋苑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